雄有一对新人到美丽岛站的外口取景要翕结婚相，是趁路口青灯的时阵，徛起伫斑马线来翕相。但是警方讲，这行人行斑马线停卡来翕相已经违法，会当罚款新台币500块。 一对新人伫咧路口翕新娘衫的相片，新娘总过去，新郎甲摸起来洗。这个地点是咧高雄捷运美丽岛站外的路口。当时新娘衫的摄影到这取景，新人趁青灯的时阵伫咧路口翕相，就是要翕到自然的画面。其他业者表示，有时阵取景的地点是新人的要求。客人很坚持要去做马路上的拍摄的话，我们会先跟客人做沟通，说如果 有罚单或者是警察驱赶的话，我们可能就要马上做离开。不过，伫咧路口翕相，安尼敢袂危险？万一车来呢，就是说很危险，而且你又违规啊。过斑马线一定要快点走，是不是？你看只有20-30秒钟。那警察嘛讲，这款的行为已经违法了。于交通频繁之道路或铁路、平交道附近任意奔跑、追逐、稀有或坐卧蹲立，足以阻碍交通。 可处罚新台币500余元罚款。其实进前台南嘛有相像的案例，新人嘛是伫咧路中翕相，甲一只要倒弯的车挡掉咧。即卖新娘衫嘛讲究自然，马路就变做取景的地点，甚至阁有人到地下道。即款的背景翕出来相片，反正是真有潮流感。不过路里车来来去去，难免会有风险。翕相要翕水，不过嘛要确保安全。 Hello， 我是林仙怡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